来看嘉义阿里山管理处逐档拢会办新木婚礼，嘛已经连续办19档啊。2港一枚婚礼是以原住民的仪式来进行哦。管理处嘛表示讲，希望透过婚礼甲旅行结合的模式，来带动在地产业甲观光的发展。这对走做的翁仔某3档前伫咧阿里山新木的见证之下完成婚礼，嘛伫咧阿里山的火车头翕出来济济甜蜜的结婚相片。阿里山管理处办这个活动已经19档啊，逐档拢会邀请15对的新人来到阿里山举办2港1暝的婚礼。包含刚刚说的去小旅行嘛，就是到阿里山逛一些景点玩。因为我本身是那里人，但是我并不会去逛，我反而是透过这次的机会，能够跟着大家一起去玩。阿里山管理处表示，除了会让要结婚的民众通体验原住民的婚礼文化，透过婚礼结合旅游，嘛希望带动在地产业、地方文化甲观光经济发展。千年的神木下进行证婚，那我们的阿里山神木下婚礼呢，我们还会带入我们的周族婚礼的特色，就是我们会让我们新人穿我们的周族的，就是婚礼周族的服饰，然后来进行就是整个周族的仪式。阿里山管理处嘛表示，为着要保护阿里山的环境，因嘛规定伫咧新木平台，民众是袂当食物件的。希望大家斗阵爱护这片土地，互翁仔某的感情会当像新木共款，久久长长。记者伫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。